用電飯煲整臘腸、栗子、雞粒煲仔飯真係超簡單，仲要真係有飯焦嗰隻啊！材料就喺呢度啦，有冇人都好中意食臘腸噶？同埋屋企終於有電飯煲啦，就係呢個日本製嘅 Toshiba 烤活吹磁應電飯煲，佢內底係採用3mm 厚嘅備長炭鹽醬口釜，都幾聚手噶。仲有12種煮飯嘅模式，而佢主打嘅烤活飯功能咧就係利用酵素激活技術，激發出米飯嘅香甜味啊，所以煮出嚟嘅飯咧零舍清甜同有飯香嘅。今次我就會用佢嘅鍋巴飯模式嚟煮煲仔飯，先將啲栗子烚15分鐘，同時就可以將塊雞扒切粒醃佢15分鐘，其他材料都係切粒就 OK 噶啦。起鑊將啲臘腸、雞粒、薑蒜粒同冬菇粒爆香至7成熟，撈起備用。洗好杯半米，倒入炒好嘅材料同埋栗子，100ml 浸冬菇嘅水同埋調好嘅醬汁，150ml 水冚蓋，選擇鍋巴飯模式就可以等食啦。夠鐘打開蓋嗰下真係超香啊！望見都流晒口水啊！真係勁似煲仔飯咯，下面真係有大塊飯焦啊！估唔到用電飯煲就喺屋企啦，咁簡單煮到煲仔飯，每粒飯都充滿臘腸同雞油嘅香味啊，勁好味啊！同埋啲飯焦都係不得了啊，超脆口！我食咗好多碗啊，我又去添飯啦。